欢迎收看今日的福起来。我讲今日福起来，唔但将好看，还有当好糖，加糖都按好糖的曲的咧，係來自咱今日的泰來賓，泰新族管樂團兩位當獎的小阿妹，咩客家當優秀的小阿妹哦。歡迎今天的大來賓，我們歡迎大新竹管樂團的團長許玉珍。各位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係泰新竹管樂團團長許玉珍。哦，跟我按讚，來歡迎樂團的首席，我們的妹妹許翠雲。大家好，我係許翠雲。歡迎你們兩個來，哈，歡迎兩位來哈。謝謝。哪邊人啊？哪裡人？竹東係啊。係，我妹妹大竹東。哦，係。攏來講正經係兩姊妹哈。正經兩姊妹。正經，就是姐姐啦。好啦，我們就隨性客語啦，好不好？因為我知道這個有時候硬要就是講客語的時候，你可能會轉不過來，沒有關係。至少讓我們知道你們是非常懂講的、懂的 CM， 還有老師，你們兩個現在是老師嘛？是。好，這個歡迎你們來大新竹樂團，我就比較好奇啊，管樂團啊，我比較好奇，你知道，通常我們講到地名。大新竹、大台北、大竹東，不是那種運輸單位，就是對不起，就是美食單位。大新竹管樂團怎麼來的？其實當初我們一開始姐妹，我們家住新竹市，那後來因為我們都長大了，我們的爸爸媽媽有一個田園夢，所以就搬到就是崇黎那邊去了。那我們的生活區塊其實是結合新竹市跟新竹縣，所以我們想要創立一個樂團，就是打破這樣的一個行政界限，讓大家都可以享受到我們的音樂。這倒是啦，它大新竹代表不只是新竹，我想這是整個音樂可以涵蓋的範圍。是以管樂團為主的，我倒覺得很特別。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現在看到就是你們剛剛在吹奏的樂器，對不對？這個就是黑色，這個是單簧管。然後這個就是長笛，對大家比較熟悉，對不對？然後我們介紹一下剛剛的曲子，很熟悉啊，聽起來非常的舒服，特別是這樣的天氣。這首曲子介紹一下。這首曲子是《女人香》。那時候跟妹妹在討論說，我們要演奏什麼曲子？我們想說，我們都是女孩子，對，所以選了這個標題。那這首曲子的內容也非常的特別。一開始大家會聽到就是比較抒情的片段，那中間可能就是比較激情一些，比較魄力。那我覺得跟我媽媽是客家人，其實我們是半個客家人，哦，一半一半，對，所以我媽媽的形象就是她溫和的時候，就是非常的柔情似水，然後給我們很多的溫暖，很多的安全感。可是呢，在面對就是要捍衛家庭、要保護我們這些孩子們的時候，其實也是相當的堅毅。這就是我覺得這就是客家婦女很厲害、很棒的一個特質。對，沒錯，就是說，可以溫柔，可以勇敢。對，就像你們剛剛的音樂一樣，就是女人香，不只是我們聽到好聽的音樂，看到好看的畫面，透露出來的，我還可以聞到音樂上面要給予我們、賦予我們的那種香味哈。這個曲子聽起來，你們倆的合作，當然因為可能你們是姐妹的關係，對，然後這個妹妹現在也是老師，對，在哪裡任教？我現在在那個康乃爾小學任教，哇，很厲害哦。跟姐姐也是嘛，對，是。一定很多人說你們兩個不是姐妹吧？是認真。很多人很認真的覺得我們不是親姐妹。但是不管是不是姐妹，我覺得至少在音樂上面，你們就是血濃於水了，對不對？那個這個團大新竹樂團成立到現在多久的時間？我們從去年1年多4月份開始。1年多，我倒很好奇，為什麼突然就是會想要成立這個管樂團？哦，是這樣的。其實我們之前也帶過非常多的樂團，那後來有一次我們就跟我們的音樂總監，其實他也是我們認識很久的朋友，那我們的3個人開始發想一個音樂夢。我就問說，那你想要做什麼樣的樂團？你覺得樂團可以繼續怎麼樣的去開創不一樣的路？對，那我的朋友就覺得說，音樂的欣賞其實非常的局限，因為有很多的朋友都會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門檻比較高的一個，或者是有距離的一個，有距離是，所以他很想要做一些就是貼近大家生活的一個音樂演出。那我的妹妹她也有她的想法。妹妹，你呢？你當初你的想法是什麼？我覺得因為如果能跟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後在一個樂團。如果說
一起我们在那边玩乐团，然后吹奏音乐的话，这样我觉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参加过很多个乐团嘛，那当然大家每个人的个性上不一样，然后想法上不一样，其实，在音乐的在一起吹奏的时候，音乐的感触就会有一些，会有落差的，对，就会有不一样的。因为只要是想法不一样，其实它就像聊天一样嘛。如果我们的话题是对的，我们就会有很多延伸不同的话题。音乐也是一样，它必须要是互动，就像刚才那首歌一样，就像你们说的，姐妹间的互动也好，或者是你们姐妹之间吹奏出来是赋予妈妈那个精神上的一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听得出来，哦，原来这个音乐是这样子的表达。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你们3个人嘛？对，然后就这样就想要创这个团，对，这是很厉害。但是我觉得那个初衷很重要，是，就说我们为了一件事情努力去完成它，然后让它茁壮。成团到现在1年多，对，这1年多的时间，我相信你们也有很多的感触。对很多人来说，做这样子的团1年不算短，但是也不是很长。其实算是乐龄很短的一个乐团。对。是。那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中心的想法，就是我们想要帮助一些需要关怀的孩子们。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音乐会其实都跟公益性质是有关的。对，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在吹奏音乐，但是没有一个中心的主轴的目标，那其实很难有什么发展跟延续。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音乐其实是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利用它，因为它是最好的媒介，没有隔阂的一个艺术形式演出。那我们可以利用它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让它发挥更多的功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们也一开始就说了嘛，就希望这样子的音乐，不要让人家觉得门槛很高，可以更贴近。而且我觉得向下扎根很重要，毕竟2位都是老师。对，我觉得我们常讲一句话，就是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嘛，对不对？对，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过我比较觉得你们一开始就学音乐吗，妹妹？一开始是就是有兴趣，爸爸对于一些古典音乐很有兴趣，所以从小就让我们学钢琴。2个人都学钢琴，对，看起来很像学钢琴的孩子啊，就是头发长长的弹钢琴。然后学了多久？学了，我大概学了6、7年，也好长了一段时间。妹妹学比较久吗？没有，就是大家其实我们都是大概的时间开始启蒙，然后到了要升国中之前，我们就开始选择我们自己喜欢的管乐器作为第2项乐器。哦，真的啊，所以也学很久了。如果这样子算起来，长笛多久？我从国小6年级开始学。对，双簧管。我单簧管，对不起，单簧管，单簧。我大概从国2、国3的那时候才开始接触。这样子算起来，可是中间有断过吗？还是说你们后来就没有停止，都没有停止过，然后就慢慢的朝向音乐系的方向走。对。所以你们算是非常正统的音乐世家。如果要这样讲的话，也不算是音乐世家。其实我们是到大学才念音乐系，但之前的音乐教育其实爸爸妈妈都没有少给予过我们。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你们也想也喜欢，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再加上爸爸妈妈没有少给你们的爱，让这个乐团管乐团成立了哈。管乐团大部分都是管乐为主。管乐还有分木管、铜管，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灵魂就是打击乐器是会让这个音乐更跳跃了，跟大家在印象中的管乐比较不一样，因为管乐像我们那种门外汉就会觉得哇，管乐好像感觉比较深沉一点哦，比较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比较沉重一点。譬如说低音的部分会沉重一点，然后对我们来讲，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回来要好好聊一聊他们在这个大新竹管乐团里面1年多的时间做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还有佢利用啥啲音乐，啲乐团乐团，啲新竹里边度要带本太家样板的样向，莫这块大家放起来，好好拢亮的掌声来讲一下。
要贵，不要做风一来，我刚看到了样片啊，自家都想来挑起来。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两位当奖的台来宾，欢迎大新竹管乐团的团长，我们的徐真。大家好，我是徐玉静。还有我们乐团首席妹妹徐翠云。大家好，我是徐翠云。好哟，你啊，卡嘎巴讲了很脏哦，接讲。譬如讲，你们在演奏客家歌的时候，这也很重要。下次我可以跟你们一起，不用唱的。真的吗？我好希望跟管乐的。好，我们来聊一下那个刚才那个影片，太可爱了。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管乐团跟小朋友的合作，我觉得这是比较少见到的。因为一般来讲，譬如说儿童剧团啦，或者什么，就是通常不会是用管乐团型，因为管乐团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它是有距离的，或是比较严肃的，或是门槛比较高的。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感受到，我们感受到的是很亲近的，而且就在我们生活里的。谁来讲一下刚才那个活动？刚才我们看到影片那个活动，妹妹好来。因为我们想要亲近小朋友，是那所以就是因为有一个桥段，因为那个跳舞的小朋友是我女儿。你是说那个所有小朋友里面最抢眼的那一位吗？我们看到影片这个哇，紫色的背心跟哦，你看他的腿哦，他不只是可以音乐律动感很好，他舞蹈细胞也很好。是你的女儿？是我女儿，对。这在哪里的演出？这是在那个新竹县的演艺厅。演艺厅这场演出呢，最主要是亲子吗？对，亲子。哦，总共只有一场。只有一场。那亲子那。其实亲子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欣赏的一个音乐会。其实我们当初设想这个亲子音乐会，有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我们想要利用这个音乐会去串起就是家庭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阿婆阿公，然后爸爸妈妈，然后小朋友3代的一个连结，利用他们。属于他们不同世代的流行的音乐，他们喜欢的音乐，然后借由音乐的交流，去让他们认识彼此。哦，可能不只是我们刚看到的妖怪手表嘛，对不对？我们可能会有阿公阿嬷会听的歌，或是爸爸妈妈喜欢听的歌，对不对？譬如妹妹说一下，像凤飞飞的主曲，然后我们就搭配另外一个就是小朋友都知道5月天的主曲。哇，好可爱！那爸爸妈妈会听什么呢？爸爸妈妈，我们有安排了阿爸合唱团，他们金曲像很有名的音乐剧《妈妈咪呀》那些，是。哇，那这是一场非常丰富之外，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具有深度的一场音乐会。当初这个发想是谁的发想？就是我们几个干部，对。那我想在这场演唱会里面总长多少？总长大概1个多小时，1个小时25分钟、20分钟。所以我想不止这1小时15分钟，我觉得它不只是1小时15分钟。我觉得有时候那个音乐一出来，可能是现场人的一辈子，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小朋友他永远会记住我在台上跳妖怪手表，对不对？你的女儿会记住我在妈妈的管乐团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舞蹈的角色。阿公阿妈会觉得哇。我这把年纪了，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表演之外，跟我的儿子女儿，跟我的孙子孙女经历了这一场很棒的感动。是，我自己看都很感动。你们呢？当下有没有特别的感动？我们演出完毕呢，其实有一个听众跟我们分享，他说，因为那位来宾就是我们租借我们乐团团练场地的校长，然后正好他当时旁边坐了一对母女。然后到那个凤飞飞的那个画面投射出来的时候，那位妈妈好开心，她赶快翻过去跟她女儿说：“我告诉你哦，这就是阿婆最喜欢的一位歌星。”然后女儿就问妈妈：“真的吗？那你有听过吗？”她说：“有啊，以前阿婆常常唱，因为我在猜想她的阿婆可能已经离世了，是。然后结果他就跟他女儿说：“我会唱，因为阿婆以前常常唱，所以我会跟着唱。”他说：“真的吗？”然后当我们乐团在演奏的时候，他就跟着那个音乐一起唱给他的女儿听，好感人哦。对，我就觉得这个音乐真的是可以跨越世代，跨越不同的这种沟通的鸿沟，然后串起他们的这种爱。那我觉得你们也做到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在访问了这么多不同乐团形式的演出里面，我觉得是非常特别、非常让我觉得意外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常会觉得老师嘛，
可能个性上也就是比较温顺啊，我们就照着规矩走，一般人会这样觉得。可是，在你们的管乐加在你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更会这样觉得。可是你们跳脱了我们对于这样类型音乐的一些思考模式，所以接下来我又觉得你们很酷了。今天已经是2017年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很重要的2017年有个很重要的活动来了，对不对？1月8号，妹妹讲一下。我们在1月8号有一个那个自然人的音乐活动，是在哪里呢？也是在新竹县演艺厅，下午2点半。我就比较好奇了，从亲子，然后自然人，我一听到这跟环保议题有关系嘛，对不对？这个发想什么时候有的？去年吗？其实，在我们团成立的时候，自然系列音乐会就是我们的总监一直想做，他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个环境其实很多的音乐是从自然当中而生的。那自然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是。那最近大家也都一直很关注这个环保的议题，包括了空气的污染，包括了水的污染，然后温室效应等等。那所以他想要做的就是用音乐去唤醒大家对美的一个记忆跟感动，还有对环保意识的注重，对不对？特别是我觉得有时候教育中说的很生硬，用音乐反而是最好的一个潜移默化的效果在里面。那你们从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对不对？虽然成团1年多，但是真正筹备到我们1月8号要演出多长的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大概是半年。半年的时间，其实也算长哦。其实，在这个行政到整个团练、彩排、演出、呈现，其实不算长，因为其实中间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沟通、去讨论。因为我们这次特别邀请到了荒野保护协会来一起跟我们协办这个音乐会。荒野保护协会，我想观众朋友应该有印象，他们是一个民间的自发性的环保团体。他们最有名的活动，我印象中就是他们一段时间都会去净滩。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会对环保的议题是非常注重的。我觉得很特别，他跟你们的合作。可是我比较好奇了，除非他们在那边一直捡垃圾，可以合作。对不起，有点肤浅。不会。你们会什么样的合作形式呢？而且你们怎么会接上线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初第一场自然音乐会系列，我想翠云还有印象，对不对？就是我们整场就是音乐。只有音乐这样子，只有音乐，对，那后来我们在第2场之前，我们就开始发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才去邀请了荒野保护协会。那如果在我们这个音乐的这个中间当中呢，有专门的人士、专门的老师来，可以给我们一些听众专门的一些讯息跟教育，我想会把这个音乐会发挥得更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啊，妹妹，其实你们有没有很担心，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其实是一个很重的话题的时候，你们很担心荒野协会的跟你们合作的意愿的时候，你们当初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会担心啊？也是会担心，但是就是还是总是要跨出第一步啦。对，没想到就是对方姥姥也很认真，对不对？因为他可能他自己有小朋友嘛，他自己已经有孙子孙女，所以他用的语言都是比较活泼可爱的。我想对于孩子来说不会太难的亲近，对，而且更容易贴近。然后也符合你们的需求，再加上我们这个音乐总监他所安排的这个音乐脉络，我想会是一个很精彩。然后从开始发想，然后面临人类的生态面临的浩劫，那进而就是省思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把这个环境再重新的富裕，达到人类跟自然找到一个和谐共生的方式。对。讲到案情处哈，跟安用白hình张迪讲，你在音乐会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结合，用什么样的形式演出呢？等下讲我转来，我再快要讲给你听。
看专放起来，你看呐，有没有按后堂？基本上其实哦，亮啥？两讲谁嘛？两位老师应该演奏一首而已。可是刚刚他们就想要加码演出，这加码演出的这个曲目更让我感动，要好好的请他们聊一聊。刚刚那个曲目是好像感觉两个人在对话，对不对？介绍一下。对，他其实就是后来是在讲一个我们音乐会最后一个就是希望之城这样子。那一段就是一开始我就是先出来，然后是一段对话，然后再跟场地一起对话这样子。没想到，其实，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彼此心底的声音。这就是音乐奥妙的地方。而且你让观众朋友先听到，这是先听版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只截录了片段，对，还希望大家能够来欣赏我们整场的演出。所以呢，这也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刚上一段节目已经讲了嘛，说这一次跟这个自然怎么结合，这就是其中的一小段，对不对？对。那我们还有怎么样的演出形式？这一次演出的编制是？编制其实是依照乐曲不同，但是就曲目上面的意义呢，我们音乐总监其实做了一个很巧妙的编排。对，相信大家好，当然没有问题。相信大家应该对就是前段时间那个洪水来临前那一段影片其实很有影响，很震撼的。对，那它当初一开始出现的画面就是一个美丽的伊甸园，后来人类过度的滥用，对，然后不懂得去富裕，最后一幅图片就是人类跟所有的生物都面临了一个生态的浩劫，对，所以我们总监也是想要借由音乐的安排来呼吁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在一开始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安排的是和风序曲，就让大家感觉到大自然风的美，然后不同的形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自然元素就是自然，里面有风啊、水啊，然后每一个乐句都会就是有一个乐器是形容这个东西，假如是风或是水，然后大家就是然后在曲子里都会一直重复的出现这样子，让大家真真切切的在音乐上感受到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女人香它不只是一个曲目，你可以闻到那个音乐的味道，就好像我们在记忆中，你常常看到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啊。这是我阿婆以前煮给我吃的，你会闻到那个味道。这就是大新竹管乐团在这一场演出最重要让大家听到、看到、感受到的演出，对不对？所以如果要再详细的话，就一定要去现场。对，一定要亲临现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震撼。所以你们真的也很有心，而且这是一个售票，票价这么的便宜，赶快还有票嘛，对不对？还有。而且我还知道你们这一次的演出啊，还会提拨款项给荒野保护协会。对。所以我说人美心也美，这不是乱说的。谢谢德威哥。所以赶快好不好？那回头来讲，就是说，经营一个乐团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特别你们又有家庭，对，在这个1年多里面，有没有特别让你记忆很深刻、很难忘的、很辛苦的部分？妹妹先说。因为我感觉你比较多小孩，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有3个小孩，现在是去年添加的第3个。我们拍手。现在要生3个不容易，真的。那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在练团的时候，我先生也工作也忙，那就会把小孩就是托给我妈妈照顾一下，这样帮我看。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妈妈刚好出国，然后小孩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只好带着他们去练团。然后一边练团的时候，我还跟他们讲小声不要讲话，然后安静，然后要顾着小孩又要练团这样子。那是最辛苦的部分。对。但是你刚刚看到你小朋友跳成这样，你也会很开心啊，因为他们也参与了你这一部分的人生，对不对？他们常常就会说，那我可不可以再跟去？我都觉得啊，不要，要跟去，要让他跟，因为既然是这样，你要让更多的小朋友知道说，原来音乐没有那么难亲近，对不对？姐姐呢？我觉得应该家庭的问题，应该就是遇到比如说孩子生病啦，那其实我们在经营乐团或是参加团练都有一份责任感，那都要牺牲这种假日的时间，对，所以我也觉得我们的团员都很棒，也很感谢大家能够这么齐心志来共同成就这样的一件事情。这倒是哈，因为团员大部分都是老师嘛，也都有自己的课业或是工作或是家庭，
师，也很辛苦，所以大部分都是老师，然后我们分三个族群，一个就是我们本科系的老师，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社会人士，因为他们可能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曾经参加过管乐团，对，那个经验非常的喜欢，而且那很重要，对，就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阶段。对。那再过来呢，最之前的最年轻的一群就是管乐班啊，或是音乐班的学生。OK， 而且那个可能很重要的传承咯，他们接下来可能要接下来的任务不只是音乐上面，还有生活上，还有人生上，还有演出上面，对不对？其实我们都是在借由这样的一个音乐，然后去分享各个生活部分。对。有粉丝专业吗？有，我们大新竹管乐团有粉丝专业，就是赶快加入，好不好？是。好，时间过那么快哈，我有一件事情很想要知道，就是说，一般来说，兄弟也好，家人也好，姐妹也好，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即使你们有共同理念。妹妹笑了，你说怎么办？谈了这脚本上没有。来说一下姐姐。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事情的顺序会不一样。对，然后争执当然难免啦。那怎么办？就因为姐妹很快就好了。这倒是真的。对，这也是好处。对，因为有时候有坏处，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太亲了，你就什么话都比较不会，就口不择言，就不小心伤到别人。我说中了吗？姐姐呢？姐姐怎么看妹妹？我妹妹其实她是一个。比较各方面处事比较圆融的人。那当我在做事、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可能我是比较单向，所以其实我很谢谢我的妹妹能够在旁边，就是提点我很多的事情。对。哎呦，怎么会这样？那妹妹有什么话跟姐姐说？很感谢姐姐，一直就是，我觉得她做事就是非常冲劲。对，那像我的话，我做事，假如说他现在想说要做这一件事，他就是只看前面，就是一直往前冲。但你会缓一缓，想一下。对，我就会想一下，我说，先等一下，可能旁边有什么事还要处理，或是什么，我希望做得更好，才会去跨那一步。对，多久没有？你们俩多久没有拥抱？拥抱一下好不好？很久没有拥抱了。是不是？下次要做这样的音乐会，就是可以互相拥抱的音乐会。好。我一直给你们出难题吗？不会，谢谢。我觉得，其实我之前有广播经验，所以其实我很有一个梦想，就是我想要做现场的广播音乐会，然后是传递爱的。所以你在说我吗？所以我们到时候就要邀请哲伟哥。我有荣幸的话，我也很希望可以跟你们合作。不过讲到合作，最重要的是1月8号嘛。不过我也很想知道2017年你们最新的计划，除了1月8号演出之外，还有什么？赶快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还有5月份我们会有准备，也是像这样的亲子音乐会。是在哪里呢？也是预计啦，也会是在那个新竹县。是确定的。确定的，是不是？好，所以有任何的讯息一样的，我们随时关注大新竹管乐团的粉丝专页，当然也要关注一下福气来了的粉丝专页，也要关注一下我们节目，我们随时对，那到时候5月之前要再来一次吗？带着你的小朋友，有荣幸吗？下一场我想，很多小朋友跟家长们会很有共鸣，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动物梦工厂。那我们这一次会邀请动物保护协会跟我们一起来协办，然后也是希望就是借由音乐会，然后唤起大家对动物的爱护跟生命的尊重。对，还有这个议题，大家都关心的议题，你们太特别了。接下来你们还要做什么？就譬如说，垃圾啦，或是核能啊，就是走一些特别的议题，好重大。我开玩笑了，开玩笑。重点是这么好的音乐，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说一次，1月8号在哪里的演出呢？新竹县演艺厅，是下午2点半。好，有一场，这一场演出叫做自然。对。你还在想姐姐拥抱你这件事？好了，如果不清楚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视荧幕上也有资讯，当然还是要关注一下粉丝专页。再次谢谢，这个神蒙亮下来啦，哈拜来客家话讲下到底位咯。好，咱会多多练习。係哦，下拜來係
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合作一下。好，谢谢这位哥。先预祝你们演出成功。好，谢谢，新梦抬杠，新梦。影哦吼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只是人与人，还有我们亲人跟亲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影毕有枪亮机吗？跟你的家人拥抱一下嘛，没有的话赶快去。但拥抱之前或之后，记得要运动一下。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回来。